体育改革从占领开始，体育改革从占领开始。每次一些朋友听到我的名字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一定想说：哇哦，那个季正是奥运的选手，没有错。那我是奥运的选手，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。我个人曾经参加过3届的奥运会，1960、1964跟1968。那大家更不清楚的就是这3届我个人所参加的奥运会呢，其实都是以台湾的名字来出席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代表团呢是以台湾的名字来参加这3届的奥运会的。那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，从1984年的奥运开始呢，我们的选手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，或是亚运会了，所有国际性的比赛的这个竞赛的活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选手，我觉得很难过的，我也替他们很委屈，就是必须要使用所谓奥会的模式，就是 Chinese Taipei。那这个在所有奥会的 IOC 国际奥委会的这个 member 里面总共有206个这个会员，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国家是被迫不能使用自己的国名，不能使用自己的国旗跟国歌的。所以呢，我曾经这么说过，我现在还是要继续说，我们的选手非常的委屈，也非常的无奈。以上呢，是我非常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呢，对我们今天到中选会来开这个听证会呢的这个关心哦。那我要呼吁呢，所有的应该是全民都要关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议题。谢谢。